我的心神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只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堡垒，我拢袂动摇。咱同齐来吟诗唱歌，学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子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咱的上帝，荣光主到万万世。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为着你奥秘佮美好的创造献上而乐。我嘛感谢你的竞选、带领甲赏赐，将你独生圣子赏赐予阮，成做阮生命的救赎主。主耶稣，阮感谢你，将这人来到阮中间。用疼人的行动教示阮，疼人爱亲像疼家己共款。这个疼通互这个人群充满温暖、有快乐，佮有和乐。阮的主啊，我们结连伫你的疼内面，因为疼的结连，互阮的生命通结侪侪果子。天父上帝，这个世间也有真侪极权的所在，因用分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因的国度。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大能，互这款的极权对这个世间来消失。我们恳求你兴起新一代，互每一代的领导者，拢会当照着你疼人的旨意，共款用疼来治理国土。特别，我们为着台湾这块国土来恳求你，赏赐好的管家来到阮的中间，帮赞善者弱势的人，互因伫这个社会永远会当得到人应该受的尊重甲疼痛。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晓选择，互阮有智慧，互阮会当赢取你，互
互阮三结连伫听的内面，成做这个世间的帮助者。阮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三甲来启用诗篇第84篇的经文，用这来学习咱的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去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石山谷，拢变作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所以咱要来共读圣经，咱今仔日要读的是新约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就不时甲我结连，我就不时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捡规堆，ฮ็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甲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亲像爸有听我。我嘛有听恁，恁就不时踮伫我的听内面。恁若遵守我的命令，恁会不时踮伫我的听内面，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不时踮伫伊的听内面。咱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话、佮照伊话来行的人。煞接圣歌队要用只有基督来献诗而乐，咱请圣歌队。Oh
只有基督使我圆满。所以，咱要请黄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连接伫生命的源头，连接伫生命的源头。请黄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圣经内面记载，人因为亚当犯罪，所以人就因为罪离开生命的源头，甲咱的上帝断绝。然后死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咱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人也阁会当存活一段时间。所以圣经内面讲，人伫伊上帝予伊的年日，差不多120岁，这是人会当活的一个界限。当然，伫咱中间70岁、80岁，这是算永壮。外口的环境的影响，也是咱家己性本体质的关系。基因的问题、病痛的关系、环境的关系，可能互咱无法度到120岁。120岁，若是咱活遐久，这嘛是一个真短暂的一个生命。所以意思是讲，人若是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切断这个关系的时阵，虽然伊还阁有缘会当存留一段时间，但是久长来看，伊是已经是一个死的生命。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带来救恩，然后透过伊的救恩，咱会当搁重新甲上帝和好，咱搁会当连接伫生命的源头，咱有一个新的生命、新造的人。然后主耶稣基督讲，因为咱结连伫上帝，咱会当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然后咱有永远活命的一个应允。有一个作家伊安尼讲。伊讲有一个基督徒，伊的灵性非常的衰弱。看这个基督徒的时阵，伊有一个基督徒的名，伊是称作基督徒，但是伊的生命敢若无啥物开力，真软弱。那像一个真高大、慢慢枯萎的一个基督徒。伊称这种基督徒叫做花瓣内面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讲吼，伊的人生生命，你看到伊的时阵，安尼看来敢若阁有真水。但是都靠迄个水，毋是靠迄个生命的源头。因若亲像一蕊水的花，也是一个树枝，对这个生命的源头剪落来，插伫个花瓣内面。因所靠的可能就是水，世间的物件，会当暂时维持这个花的水的容貌，但是伊的生命慢慢就孤单，慢慢凋萎安尼。伫圣经内面，以西结15章，伊就讲到葡萄树枝。葡萄树是上帝对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描写。伊讲栽种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树伫圣经内面，就是以色列人，上帝是这个栽种者。伊就讲这个葡萄枝，恁做葡萄枝的人，恁的葡萄枝，那亲像人的一个价值。上帝是主要透过以西结对这以色列人讲，葡萄树，伊的树木，伊的树枝，敢会当比其他的树木较有价值吗？佫较有迄种利用的价值吗？葡萄树受栽种的时阵，伊的树枝是非常软弱，这是伊的本质。你若要种葡萄树的时阵，主要目的就是要去拄着收集这个葡萄。所以伊的作用是葡萄，毋是为着伊的树枝。所以，如果这个葡萄树伊若无法度结出果子的时阵，伊的树枝伊的结局，就是做火柴来烧安尼尔，这是伊的结局。伊无其他的作用，伊也袂当起厝啊，伊也袂当做家具啊，安尼。树枝就是非常软弱的一个树枝，除非伊当结出这个果子。如果伊若无法度结出这葡萄的时阵，这个树枝是无作用，当做火柴。所以这是葡萄树枝的一个结局。但是葡萄树枝还阁有另外一种命运，就是透过伊的生命，甲主耶稣基督生命源头有一个相结连。安尼，这个葡萄树枝伊会当有一个生命力，伊的生命力是来自这个葡萄树，然后。伫这葡萄枝的身上，就当
结出侪侪的果子。所以，若是会当结出侪侪的果子的时阵呢，安尼即个葡萄树枝就有产生真大一个价值性。安尼透过即个树枝，伊会当成长、茂盛、开花，啊，达到生命最后目标，结出侪侪果子。这是葡萄树的另外一个结局。你会看这两个结局是非常极端吼安尼。所以，即个葡萄若是结出侪侪的时阵，活动会当去酿酒，会当去你讲食葡萄吼真水，啊，不过会当上届就是酿出葡萄美酒安尼，带来非常大的喜乐。所以，这两个命运，两个结局是无啥共款。过去阮一个长老，伊是伫迄个公部门咧上班，伊的成绩非常好，非常努力拍拼，安尼。伊就讲一句话，我感觉嘛是真好啦。伊讲工作若无有一个真好的绩效，如果这个工作若无有一个安尼结出真好的遮的成果，这个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安尼。所以常常讲咱的性命嘛是共款啦吼，咱的性命嘛是无一个真好结出真好美好的果实，就好像游戏人间一样。咱的工作无都安尼啦吼，伫公部门咧工作中间，常常有真多外在这压力啦，真正这期待啦，这要求啦，所以必须要有一寡压力，自我要求，然后做了真好的成绩。所以我若安尼出去旅游的时阵，伊就带出去，带出去的时阵，迄个所在，哇，我那会当享受。伊甲当地关系吼，真好，即个交谈安尼吼，安尼，哇，部长来吼，所以来吼，大家都真好交谈安尼，表示伊的绩效真好，关系真好，所以也是安尼一个要求。咱毋是一个游戏人间，就真欢喜就好。咱人生嘛要结出一种成果轨迹安尼吼。如果工作无有真好的绩效，不过是一场游戏。有一个卢瑟福安尼讲，伊先来看上帝的时阵，上帝透过以色列这个所在所讲的代志，就是讲，我栽种葡萄树，为什么葡萄树要结出侪侪果子呢？表示上帝竞选这以色列人的时阵，嘛是其他以色列人会当结出侪侪果子，成做上帝的荣耀。因为圣经内面讲，你是为着我的荣耀所竞选、所创造的，安尼。要安怎荣耀呢？结出侪侪果子。所以，这个卢瑟福伊就讲，上帝毋是一个只栽种葡萄树，毋是为着好玩，为着欣赏。伊嘛真努力，付出真大代价，目的就是要互伊的百姓有结出侪侪果子。所以这个所在讲到，主要所亲像一个农夫共样，等于讲到我是葡萄树，恁是葡萄树枝的时阵，上帝是栽种的人。意思讲，上帝栽种这个葡萄园的这个目的，就是期待伊的百姓会当结出侪侪果子，丰盛的果子。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主要所基督来要互咱甲上帝已经断绝的关系，会当现在搁恢复结连。然后，伊就对这学生，也是对这群众来讲，恁是亲像长期的葡萄枝，恁甲生命源头断绝关系，恁的结局就是亲像火柴共款，沉沦，然后受到审判，安尼，迄你就火柴共款，完全失去迄个生命的功能，无任何这个价值。但是现在，如果若是甲我结连的时阵，重新会当亲像搁接头，伫这葡萄树共款，安尼生命重新连结。古大的树枝，无作用的、无价值的树枝，会当恢复生命的源头。而且，伫这个树枝中间，因为搁结连伫这个源头内面，会当结出侪侪果子。所以，这是讲到葡萄树甲树枝的一个关系。所以，对上帝来讲，当伊来栽种葡萄树的时候，希望结出侪侪果子。但是咱是树枝，咱注重的一个焦点，你得开始审查，还是你本身有结连伫葡萄树也无？
所以这是讲到咱的人生的时阵，嘛是共款啦，高达一段时间。这就诗篇90篇内面所讲的，人到70岁，若是勇壮到80岁，其中所经过不过是劳苦忧愁，然后亲像一根，亲像喷雾共款，亲像早起时发生的草，到伫下晡就孤单就消失，这是讲到人生啊。咱姊妹，所以咱非常认真来面对这个代志。当咱年纪慢慢啊老的时阵，愈来愈侪时阵，可能想到咱生命一个结局的问题。将我要70岁，我就想到讲，搁10年，80岁，迄阵时阵毋知是啥物种的情形，慢慢来想着这个代志。会当想到，我若是无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我若无甲上帝有一个结连，我若无一个永远的愿望，我就亲像树枝共样的，会慢慢孤单，失去伊原来的作用。姊妹，这个所在讲到一项，咱本身爱想的一项，上帝是想到栽种葡萄树，要来结果子，但是咱咧想咱家己本身，咱一个命运就是你有结连伫葡萄树也无，因为这项代志关系到你永远的一个结局的问题。那毋是完全断绝、孤单、完全沉沦，都是咱会当永生愿望，然后伫咱人生中间结出最最果子。马丁路德伊搁做修士的时阵伊还认真，伊感觉讲我得食做一个真好的人有这丰盛，亲像过去圣人共款，我嘛要食做一个圣人啊安尼，所以就真努力读这弥撒文，常常安尼禁食，然后刻苦己身，要真大的困难互伊家己食做一真好的人。后来伊我都对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已经尽我真大的困难，但是我犹原无法度去抵挡世事一个诱惑，无论是对外在诱惑来。也是我的肉体需要来，我真大的困难，都无法度赢过这个试探，搁伫迄个软弱内面。所以上帝啊，你着来怜悯。上帝来回答讲：你所做是为着你家己的目的啊，你用的方法是你家己的方法啊，但是你无我的同在，你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你家己。照你的方式，这袂当帮助你成做一个圣人、成圣，袂当互你得到永远的活命，得到救。所以后来，伊明白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了后，慢慢伊对真理有一寡了解。伊就读约翰福音这个所在，伊就讲，无论咱伫外面所做的代志有偌伟大。追求我的荣耀，我的美好，咱的人生。但是若无上帝同在，这不过是那是一场游戏，不过那是一个表现。如果你让得到真看真丰盛、真听的事、真无声，不过这是一个短暂的事。无久了后，伊就慢慢孤单，失去一切。伫久长来看的时阵，这种生命一点意义都拢无。所以就讲，亲像树枝、葡萄树枝，若是离开生命的源头，葡萄树枝伊就无有一个生气，因为伊无活命供应，伊就无困难，伊也无法度伫即个树枝顶面找到水的果子，会带来人的喜乐。阮过去伫南部的时阵，伫遐咧服侍，伫我传道书的时阵，有一个朋友伫南部的时阵，伊有安尼一棵即个鸳鸯树，安尼种过来10丛。迄年的鸳鸯树迄个鸳鸯价格崩跌，伊来讲无爱收啦，这收拢无工钱所以教会人带出来，管你还挽眼镜啦，大家欢喜甲咧去挽眼镜。迄枯的眼镜树安尼看咧，树叶无偌济安尼，树叶都稀稀疏疏安尼，眼镜足多，规拍咧，大家挽了真欢喜。不过有
伫边仔有一丛真大丛的圆形树，非常的茂盛。就咱像安尼护一个真大的树啊，踩伫迄个所在吼，啊，迄丛树嘛伫一寡圆形伫遐，肉眼安尼吼，但是无多。啊，所以咧，我咧看，哇，这树遐水吼，啊，若安尼买挽吼，挽无啥有啦吼，啊，咧看水的迄个感觉，肉眼迄个。讲即丛树哦，也毋是阮咧做要去挽来卖啦，啊，咧看水的安尼啦吼。啊，我若无期待讲买挽着眼镜啦，啊，就会一丛足大丛的，啊，咧看水水啊伫遮安尼。啊，迄个结果就是安尼，无啥物处理，无啥物修剪，啊，但是无几粒你会当来挽，所以大家所有的目标拢去迄个挽眼镜的所在吼，啊，价啊，啊，佫真洗了真多，啊，伫遐真欢喜安尼，啊，即丛树就看咧水水安尼，无人去来讲安尼，看水的尔。要来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的人生、咱的生命，敢是有安尼咧看水的？有说嘛要栽种迄个葡萄树，是要互你看水的，毋是，是要得到果子。对即种的农夫来讲，对栽种营养来讲，伊要得到果子，然后去卖果子，毋是干要看水。但是咱真侪时阵，咱追求要真车呀，外在非常丰盛、真水的一个树枝啊、树叶，但是内面无偌济果子，看水。有一个园艺的专家，伊安尼讲，伊讲树木，伊的目标。若是无来处理的时阵，伊会生迄个真侪树枝，伊的树叶非常茂盛，但是伊无结果子。伊所有的焦点注意的物件，即丛树所有的焦点注意的物件，若是安尼真茂盛，枝叶安尼真随了真多，其实伊无法度结出真侪果子。所以伫即个时阵，农夫栽种的人，伊会举一支宝头安尼吼。啊，伫即个树干下骹，啊来站一个吼，站一捆安尼吼，哦，即个树着伤安尼。啊，然后伊讲即个树吼有迄个知觉，伊若拄着即个危险的时阵，伊会出侪果子啊！我即丛树已经活无偌久啊，啊，我拄真侪危险啊，所以我得结出真侪果子吼，安尼互我后代较侪咧安尼吼。真正有安尼，这个现象叫做痛苦的果子，痛苦的果实。好嘞，我捌去看一幅这个木瓜园，木瓜园这木瓜树吼，差不多每一丛树拢有伤痕。啊，这个栽种的人啊，伊故意啊，这木瓜吼，安尼割2道伤痕，啊，这木瓜当生个足大足水安尼。迄个感受树感受讲危险啉到，所以我结出侪果子。啊，姊妹，咱可能游戏人间，就安尼快快乐乐，安尼，啊，就安尼，互我看咧水水安尼就好。我追求就是安尼，但是伊无法度结出痛苦的果实，甜蜜、佮大、佮水的果子。所以，上帝有时互咱生命，互咱甲伊相结连。毋是要互咱安尼感觉讲，我着得到真多，安尼我会当享受真多，啊，我的人生着管来讲安尼受用真好，啊，气质较好。上帝是生命的管理者，伊是这个葡萄园的管理者，伊的目的就是要得侪的果子，所以伫这圣经内面讲到，因为伊是一个管理者，所以伊要修剪这个树枝。一方面是咱生命结连伫上帝，一方面第二步爱做是伫咱生命中间做一寡修剪的工作。因为有时阵，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焦点真注重这个世界真短暂的成就，咱真重视咱家己本身的成就，啊，然后茂盛，看了真好，互咱当欣赏讲啊，这个人啊看了非常有一个成就，有一个班头啊，互你感觉足欣赏这个人，焦点拢是咱家己。真水，亲像花的迄个真水的样貌共款，忽略结果子。所以上帝有时阵必须要伫咱生命中间做一个修正，互咱经历会结出迄个痛苦的果实，互咱结出侪果子。所以修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伫咱人生的
经验中间，咱一定拢会忍受着这遭遇着这代志。但是痛苦的过程，乃是表示上帝透过安尼，互咱会当成长较济，互咱会当更加结出侪侪这个丰盛的果子。然后，如果结果子侪侪，会当带互人真大的祝福甲喜乐。所以，一方面，咱来注意，这是上帝所做的。咱生命甲上帝结连，咱会当做一个选择，因为信，咱会当重新甲上帝和好。然后，上帝主动伫咱生命中间修正咱的生命，修正咱迄个自我中心，修正咱的骄傲，修正咱家己感觉好的物件，修正为着咱家己外貌即个丰盛外在表现成就，修正这个物件，为着要互咱结出更较丰盛的一个果子。除非咱甲主耶稣基督有生命结连，建立真亲密的关系，若无咱袂当做啥物。这也是讲到咱每一个基督徒，虽然咱结连伫主耶稣基督，但是咱的人生、咱的外表，哪像是花瓣内面的树枝甲花蕊共样，无迄个生命力。这也相信阮家己本身爱有一种自我的觉醒，也是一个反省。所以阮是服侍上帝的人，也知影这个道理。但是真侪时阵不得不觉，互真侪代志安尼牵咧行，也是做无用真侪迄个责任啊，无论伫迄个工作或者计划、人的需要、人的期待，对家己本身的期待，对家己本身的要求，我嘛着爱做一寡互人看会好的代志，互人肯定的代志，互你感觉到无非真成功的一个代志，互咱感觉讲啊。安尼，牧师非常成功的一个牧师，这嘛是要对人得到这个荣耀啊，嘛是为了家己的荣耀。有时阵无用这个代志的时阵，阮家己也嘛陷入迄个慢慢孤单、失去快乐啊，伫咧压力中间有一个慢慢枯萎的状态。这个中间的时候，阮开始对上帝讲：上帝啊，帮咱一下，上帝啊，需要你的快乐，上帝啊，真软弱。上帝也需要你的生命的能力伫我身上。有时你感觉操完真侪代志，无用代志，我都看出真好这结果的时阵，嘛你感觉讲，这一切无用的代志，是互人看起苦劳而已，啊，无看到啥物功劳，迄个感觉。家己嘛会感觉真失志，嘛会感觉真衰弱，嘛会感觉真失望。这个时阵需要倒转来到上帝面前讲：上帝啊，佮重新结连伫你啊，对你来得到活命快乐。咱姊妹，你敢有亲像阮安尼一个情形？假做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有结连，你的生命有对这生命源头来得到快乐啊无？咱有关倒转到非常基本基督徒的生活内面。第一项，连接伫生命源头，表示我愿意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尊叹上帝的话，读上帝的话，毋但明白伊的真理，然后有上帝的话，搁爱遵守。这是主要所基督讲，有我的话，搁遵守的人，要住伫我的内面；有我的话，搁遵守的人，要踮伫我的听内面。住伫主要所基督的内面，住伫伊的听内面。这若是讲到，这是咱的快乐整个的源头。所以明白上帝的话，尊叹伊的话，这是咱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然后会当得到能力的一个源头。这也是咱正确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哥罗西第2章安尼讲，伊讲：恁既然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表示是讲，咱已经甲你有一个结连，就爱尊叹伊的话来行。伫伊内面透过伊的话，互你有一个根基，信心得到坚固。
就照恁所领受的教示来行。安尼姊妹尊叹伊的话，安尼咱所做的代志，较会当往迄个结出果子的方向来成长。所以当你无用的时阵，无用这个代志，你所有无用的代志是为着结果子这个方向来无用。你说整个生命的一个快乐，是为着要结果子这个活命的快乐来存着，毋是为着要互你挂在真无性这个精神。啊，姊妹，这是因为咱尊叹上帝的话。第二就是祈祷，祈祷那是表明咱承认家己的软弱，祈祷那是表明讲我愿意，我可以对伊来得到活命的快乐。第二，祈祷是因为我希望伫祈祷中间会当明白我所成长、我所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伫凡事的中间，认定咱的主耶稣基督，我可以。安尼才能提高咱整个成长正确方向有这个效果，结出最果子。祈祷嘛是咱会当对圣神得到快乐，就是这活命的快乐，服侍会当有一个正确的成果的一个源头。所以啊，姊妹，既然是主耶稣基督，咱现在已经甲主耶稣基督恢复这个关系，但是咱的生活中间有进入到这两个非常基本内面的生活的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习惯了无？咱有应付咱生活真侪代志，咱拢有生活的目标，咱拢希望会当达到某一种的成果，但是主耶稣基督伫这段话中间讲，恁着结出侪果子来荣耀上帝。所以这是咱每一遍祈祷的时阵，可能咱祈祷上帝啊，你着较大互我祝福，互我伫各方面拢会当有真好的成果。我所需要的代志，伫我的社会中间、工作中间、职场的中间、考试的中间，拢有真好的这表现，然后拢有真好的这的成果存在。但是目的是啥物？上帝啊，我真努力会当服侍，但是我的服侍，我会当教会愈来愈大间，人数愈来愈侪，安尼我会当成做一个真成功的牧师。目的是啥物？所有对咱家己的要求，只有你有结认伫上帝啊无？第二，你有为着上帝荣耀来结出侪果子无？然后当咱经历真侪遮的痛苦的果子的时阵，咱是不是犹原有存着感恩的心，讲上帝啊，苦难是不是对我是有利益，会当帮助我性命更加成熟？所结出的果子会当非常的甜蜜，而且经过修正的过程了后，我感谢你。经过修正的过程了后，我会当结出最丰盛的果子。上帝使咱互咱性命，嘛应允咱会当有一个丰盛的一个人生。所谓成功，乃是表明一项咱有结出果子，荣耀上帝的名，这是上帝互咱的人生。葡萄树去结连伫葡萄树，咱对葡萄树吸收这营养分，果子就会无限量来产生。同款，咱来到上帝面前，讲上帝啊，我结连伫你，透过我愿不断生命力量供应，互我不断结连伫你的时阵，会当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荣耀你。咱祈祷，主你是阮生命的源头，阮一切阮人生的意义，阮人生的目的，主啊，阮人生上界大的成就，拢是因为你，我靠你，也是为着你。主感谢你，将阮结连伫生命的源头，阮亲像无路用。使这段的树去共一样，但是现在阮重新甲你和好，阮重新结连伫你。上帝啊，感谢你拣选阮，互阮重新甲你和好，但愿阮的人生为着上帝的荣耀来活，结出果子，
也倚靠你，结连伫你，凡事拢会当来成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多谢牧师用结连伫生命的源头来甲咱进行这三个勉励。咱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咱着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平安，咱着甲伊结连。虽烦恼苦楚，亲像针在插，踮伫主咱心内充满大欢喜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齐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做咱信仰的告别。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同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小事费力，互咱伫万百世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稳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永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变心的生活，为荣光上帝。
接着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咱来吟诗363首，3到8饼，咱同心来跪落。吟诗了后，咱请牧师来主持这个圣礼典。请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敬来受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如果咱已经洗礼，咱会当参加来领受这个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敬来归往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纪念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感谢上帝。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透过这个八角饼，表明你为你身躯为着阮拍破，你宝血为着阮流出，为着阮开一条新的路，互我会当就近主耶上帝。透过你的救恩，我会当重新甲上帝和好，三结连。甲生命的源头三结连，也有永远活的应允。就透过这个八角饼，原知你是头。阮是你的身躯，也彼此成做肢体，这是一个生命的结连，表明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
领受你的活命，也对头来接受一切这个供应。上帝啊，透过这个八角饼，献上阮的感恩，因为这是出自你的恩典所成就的救恩。主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透过这个八拍饼，搁来思想，你所完成的救恩，为着咱会当甲上帝重新和好。过去咱甲上帝隔断，就是甲4年源头隔断。现在亲像树枝，搁隔咧伫葡萄树，对因领受4年。你是4年源头，进伫上帝内面。来当得到4年供应，咱的4年存留，4年快乐，拢是在伫咱的上帝。也只有纪念伫咱的上帝，纪念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当活出丰盛的4年。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三角来领受。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这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
的这个鸡甲饼，咱领受，咱有份伫上帝活命。如果咱中间你也未受洗礼，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也未受洗礼，咱伫伫正人面前来领受洗礼，承认咱甲伊的关系。咱已经领洗礼，就表明咱已经愿意来接受做八角饼所表明的意义。新的活命，重新建立伫咱的上帝。建立伫4年源头，咱的上帝。这个杯是新约，伫咱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会所设立。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扬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众人三甲伫咧。搁一遍来感谢。主，阮已经领受这个八角饼，表明透过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我会当重新甲上帝和好。过去因为罪甲上帝生命源头所隔断，现在透过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会当甲生命源头搁相结连，有份伫新的生命。有份伫新的关系，有份伫新的生活，有份伫新的人生，就是结实满满的人生。为安尼，阮献上感恩。愿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将听快乐、生命快乐充满伫阮中间，成做阮一切生命源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奉献，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主必跳弹咱的特别上帝，愿满心感谢阿罗你，你手顺互阮，福杯满满，拢无欠缺。因为你的看顾甲保护，愿有即马的平安甲喜乐。现今愿甘心乐意献上金钱，做圣工的路用，请你甘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这是我的报告。咱今仔日有圣礼典，望上咱会当通过圣礼典，就甲主耶稣有搁较好的结连。小会伫6月30日有决议的事项是邀请迄个张敦雅新学生继续伫暑期会当拜六礼拜来教会参与服侍，吼。因为伊伫暑期迄个中间有参加马街迄个 CPE 的训练，吼，啊，这是迄个伫新学生因真需要一个训练，就是去病院去做临床关怀的迄款的训练，吼。拜六礼拜会当来到咱的中间，继续伫咱教会来参与这个服侍，吼。啊，咱有一个就是媒体事工、宣教事工的部分，咱有要聘请主亚庭姊妹来迄个帮助咱教会做一寡媒体事工的迄个 part time 时薪迄个同工的同工吼，即个是小会所讲所决议的事。啊来礼拜组有举办音乐乐理视谱演习课程吼，即个对象除了圣歌队敬拜团以外，其实嘛真正嘛欢迎咱会友啦吼咱欢迎对这个乐理甲迄个视谱即个有兴趣的兄弟会当来报名吼。啊，这个照我今仔日所对政府干事遐所得到的，已经有16位的兄弟来报名吼。啊，咱这上课的时间较特别啦吼，是3点半到5点半吼。啊，因为咱邀请这位林志杰老师，伊是伫建国国中担任迄个音乐的术科，就是迄个导师啊吼。啊，伊另外的时间就是有哪个有细囝爱照顾吼，所以就会当拨出即个3点半到5点半的时间来甲咱咱迄个教导啦吼。啊，所以咱的日期是7月7、8，就是后一个拜六，7月15、7月22，啊来个8月初5、8月12、8月19，总共有6摆，吼，有6摆。啊，这个时间较特殊，啊，你若有兴趣，有缘欢迎，吼，你安排下晡3点半到5点半来教会，吼，来教会，吼。啊来，迄个有一个小百月小组，7月初9伫教会集合要出发，要去7月初9后一个主日啦，吼，后一个主日要对教会集合出发，吼，地点伫尖石的马太古道，吼，即个马太古道就是为台湾行到一个叫义兴教会的迄条古道，吼，啊，有兴趣的向那个邱佩瑜执事来报名，吼。报名日期到今仔日吼，互因会当准备一下。第5点，中会商年部有举办音乐报道会，就是伫7月14拜5的早起时10点，伫桃园的宏文教会。啊，这是台神安慰之声来做主礼吼。啊，商年团契有安排游览车要前往。啊，下晡搁要去附近的迄个景点会当做一个旅游，吼。啊，这个是早起8点伫教会集合，吼。这咱无写着，这个伫教会集合的时间。望有意爱，迄个闽台长老，吼，伊
今日嘛伫咱中间吼，所以会当直接打咱迄个少年团契会长吼闽台长落来报名吼。啊，妇女团契举办健康讲座吼，即个热爱生命健康促进班吼，7月初5、7月12、7月19，每个拜三上午9点半到12点，伫教会1楼。讲员是迄个一个陈福祥教授吼，啊，即个望有意爱，是讲这妇女团契举办，毋知兄弟毋知欢迎无？哦，额满来啊！哦，哦，真受欢迎啦吼！好，啊来赞美操有2个课程吼，啊，即个较等下咱春季执事会当做搁较补充的报名。我先报迄个第9项暑期美美具的营会的消息。咱北区青年美美具营会7月12日到14日伫南港教会举行，咱已经有报名9个人参加吼。啊，新竹区美美具儿童营会伫8月初3到8月初5伫圣经书院举行，这报名嘛已经满吼，嘛已经满。即个算明年开始，明年若咧得到消息的时阵，就要紧报名啦吼，安尼。啊，暑假期间拜1到拜5的上午9点到暗时9点，哦，这时间真长哦吼。开放教室互学生，迄个读册啦吼。这有意愿的，请迄个金丝长老来登记报名吼。啊，这个计划会看迄个根据迄个报名人数来做决定吼。迄个教界消息，美国一个福音报道团伫7月12日拜三暗时7点半，有伫圣经学院要国际会议厅有迄个演出，免费参加吼，啊事先报名吼。啊来，咱先过来，一主日2堂礼拜是迄个圣经学院的院长阮介民牧师要来讲道吼，即个请咱知影即个消息。啊，另外具体消息就是林思婷姐妹吼，就是咱正气长老的大汉查某囝吼，伊伫7月初8下晡2点，伫新竹北门圣教会要举行结婚典礼。嘿，啊，迄个伊迄个正气长老的囝婿叫李家勋弟兄吼，安尼。啊，但以理学院桃竹苗区伫7月初8下晡，哦，7月初8节目真多吼。举行毕业典礼，地点伫新竹圣教会吼。啊，这咱的茂荣弟兄吼是今年的毕业生啦吼。咱茂荣弟兄伫这咱圣歌队的参与复赛吼，咱恭喜伊吼，但以理学院已经毕业，安尼好。啊，咱今仔日交流有足侪位少年朋友，安奈无迄个接待单？咱的今仔日的迄个招待绕高去，还是恁偷渡上来？啊，恁是倒位来的朋友？乔恩吼。哦，少年团契哦。哦，安尼哦，欢迎恁来啊吼！啊，多谢恁。阮教会偷渡无收费啦，安尼啦，不要紧。哦，有若欢迎以后常常偷渡啦，吼。讲偷渡较歹势啦，不过阮交代无带恁拦下来吼，阮家己爱拍卡称，忘记把你们的姓名一一留下记录安尼。哦，好，欢迎您来，多谢。好，咱即摆麻烦春雨执事来报告迄个赞美操的2个课程，安尼。好。各位兄弟平安。我有迄个3分钟的报告时间吼，所以有 PPT 对无？有无？无哦。好。好，袂要紧，一直希望讲会当有无？有无？看者好，袂要紧。伫咧讲的时间，我就要讲，其实
赞美操是一个跨教会，其实伊嘛是跨国际的一个俄罗操。我伫即个时间，咧等的时阵，我就先来感谢迄个文静长老。对，因为呢，迄个明山姐伫个10几年前，就是甲赞美操带入来咱高雄教会。其实咱高雄教会有足侪兄弟跳过，吼。是安那？伫即段时间，会阁特别讲，就是因为近5年来有无共的使命，甲无共的意向，所以我嘛要伫遮特别要甲大家介绍吼。PPT 有找着无？无好。安尼我特别讲，近5年来，伫个2018年，就是阮第一届伫个竹北的林良堂。好，阮就甲彩妈连结跳一个岁末的一个特会。结果呢，阮透过遮足侪赞美操的姊妹甲老师，阮就伫个圣礼堂，就是清大圣礼堂的美院即个教室，阮阁开始培训第1集、第2集、第3集甲第4集。即个期间，阮也遇到即个疫情的困难，毋过阮嘛是家己完成啊。我即马是安那要来报告呢？是因为近5年来，我发觉赞美操的即个老师们已经开始无共的所在咯。因伫个长照的戏剧点，因伫个社区关怀的老人的中心，阁一寡活动中心，拢开始咧跳操。带足侪兄弟姊妹做伙跳操，我嘛伫咧中间，所以我慢慢有即个感想，讲高雄教会敢会使透过即届的培训，佮甲以前跳过操的兄弟姊妹，佮会当倒来，咱做伙佮来练习，咱敢是会当有一个互教会长老甲执事，大家会当来支持即个操，继续来做幸福小组。继续伫即个高雄即个社区，咱会当会当做啥物安尼？所以即届的报名足重要。第1集重新回到重新搁倒来，继续要来做培训。所以希望兄弟姊妹当搁继续来参加。那地点是伫个关心圣礼堂，第1集伊是伫个9月2号，所以时间搁有足侪时间，所以你会使安排看觅，只要你爱运动，你想要下早仔时想要带囡仔，还是要带你的长辈做伙来跳，拢会使。所以希望大家会当注意即个时间，会当报名。若无看到我，不要紧，甲办公室讲一下，希望大家会当来参与。我伫遮感谢主，阁有嘛有儿童师资的培训，儿童师资的培训，然后囡仔要安怎教囡仔跳操，嘛有即个师资的培训。以上报告，谢谢患者陪我。所在活动中心无还未决定，嘿，先第1集的培训伫个关心圣礼堂，谢谢。今仔日赞美操就是即个衫，即个衫，相对，相对，意思就是讲先生跟太太会使做伙来跳，感谢上帝，谢谢。好，感谢。这样事呢特别补充报告啦，就是讲过去咱赞美操拢是对咱回来。咱家己拢伫安尼跳然后对咱家己的身躯真好。但是赞美操伊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讲会晓进入到社区内面。所以当拄春曲师咧报告，就是讲赞美操拢伫咧高园啦，拢伫户外啦，伫迄个活动中心遐咧跳。然后就是讲有真侪即个社区的人若看到的时阵，伊也加入，安尼当甲伊们接触传福音。所以过去咱高雄教会拢是伫咱内部兄弟姊妹咧跳安尼。现在有一个计划目标，就是讲希望咱有一寡即个咱的同工去训练了后，然后咱嘛当成做真好的同工团队，人伫咱附近啦因为本来计划摊拄患者有小可讲过。希望会当即咱后壁即活动中心啊，未少不过计划就是讲会当希望伫咱活动中心，也是咱后壁高园，甚至高园遐有一个赞美操团队来向社区传福音所以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服侍，毋是为咱本身而已
所以这嘛是咱会当结出果子的一个方法吼，安尼所以咱鼓励弟兄姊妹大家来参与。咱来吟祝福车献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说，请牧师来祝祷。上帝行做超过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关联，愿伫教会，甲伫耶稣基督，荣光归伫伊，到伫万世，代代无衰。阿门。